啟示錄簡介。講章的作者 Hein Christian Timothy Hein Christian Priscilla。 講章發佈日期2013年1月14日。代表翻譯組武士書 Multi-Tool。 編譯日期2019年9月13日。書的標題。在中文譯本中，這卷書被譯為啟示錄，在英文譯本中被譯為 Revelation。Revelation 一詞源自希臘語原文 Apocalypsis G 602。Apocalypsis 是一個幕啟等於揭開幕為揭開遮蓋之物，以顯明原本隱藏的事；幕子遮蓋之幕為啟意為打開，顯明複合詞，由 apo 意思是移去拿開和 calypsis 意思是簾幕組成。因此 Apocalypsis 的字面意思是揭開簾幕，拉起幔子，其引申義是啟示，顯明那些原本被隱藏的事物。以下是與標題相關的單詞的一些含義。一、啟示，從啟發提示中領悟的道理，啟發開導，使有所領會，啟，打開，是，表示。二、異象，看見超自然的景象。三、默示，揭示，揭開幔子或顯露被隱藏的事。四、幕啟，揭開幕圍，揭開遮蓋之物，以顯明原本隱藏的事。幕子遮蓋之幕圍，啟意為打開，顯明。Apocalypsis 這個詞是啟示錄1章1節中使用的詞，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就是神賜給他，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。他就差遣使者，曉諭他的僕人約翰，並用作希臘語聖經中的標題。抄寫的人。啟示錄的抄寫員聲稱自己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，名叫約翰。啟示錄第1章第1節被神叫呼，為了論到許多民族、邦國、方言和君王，你必須再說預言。啟示錄第10章第11節。在早期聖會中，主的子民認為寫啟示錄的先知約翰就是寫約翰福音的使徒約翰。到了公元第3世紀，一位名叫迪奧西烏斯的非洲監督提供了一些證據，證明寫啟示錄的先知約翰不是使徒約翰。他提出的證據是：一、寫啟示錄的人的希臘文學風格與知識，與寫約翰福音的使徒約翰的風格和知識不同，而且相差甚遠。二、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中避免提及自己的名字，相反，啟示錄的抄寫員卻常常在書中提到他的名字。三、啟示錄的全部內容中，沒有任何地方顯示抄寫員自稱或暗示自己是使徒。儘管如此，今日多數解經家仍然接受傳統的觀點，使徒約翰就是寫啟示錄的人。這一傳統觀點的根據，是來自與使徒約翰同時代的監督所留下的文獻記錄。上述3個問題可以如下解釋：一、使徒約翰是個漁夫，並未受過學問。使徒行傳第4章第12節。或許約翰福音是由一位精通希臘文的人為他寫成的，當時他還與以弗所的聖會同住。在被囚禁於拔摩海島之前，啟示錄則是在他被囚於拔摩海島期間親自寫下的。由於約翰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，因此啟示錄的文詞中自然會有不少語法錯誤。二、在約翰福音中，使徒約翰並不需要提到自己的名字，因為那本書是在聖會中完成的，許多人都清楚他是誰。再者，約翰福音所記載的事件具有歷史性，當時仍有許多見證人在世。至於啟示錄，是約翰在被囚時親自寫下的，並且記載了有關未來的事，他必須清楚地署上自己的名字，好讓當亞細亞7個地區的聖會收到這本書時，知道這是由他所寫的啟示錄。三、啟示錄的內容是預言性的，與使徒的職分無關，因此約翰沒有必要自稱為使徒。然而，在啟示錄第1章第2節中，他也宣稱，約翰把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，凡是自己所看見的，都見證出來了。
我們相信，使徒約翰是根據耶穌基督賜給他的揭示而記錄了啟示錄的人。希臘語中的約翰是 Ioannes， 這是生活在希臘文化中的以色列人的常見名字。這個名字是從希伯來語名字 Yochanan 翻譯而來，意思是自有永有者寬大地賜予。使徒約翰是主耶穌基督所揀選的12位使徒之一，是使徒雅各的弟弟。他們兄弟二人和使徒彼得、使徒安德烈一樣，都是以打魚為業的人。這4個人在同一天被主呼召作使徒，並且是12使徒中最早被呼召的4位之一。約翰是12位使徒中唯一一位沒有殉道而死的人，而是自然老死的，不包括出賣主後自殺的加略人猶大。約翰出生於第1年，有資料認為他出生於公元前6年，在第100年去世。他的家鄉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，距離首都耶路撒冷約100公里。他的家人靠加利利湖，又稱提比利亞海，捕魚為生。他的家族與主耶穌時代的大祭司及祭司群體關係熟悉。約翰是主被捕之夜唯一一個跟隨主進入大祭司院子的使徒，也是唯一在主十字架腳下出現的使徒。按照主的吩咐，他把主的母親瑪利亞接到自己家中照顧。約翰福音5次使用主所愛的門徒來稱呼他，顯示出他與主之間有着比其他使徒更親密的關係。用於記錄的語言，啟示錄是以希臘語寫成的，那是當時通行的語言。然而，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，啟示錄作者的行文風格中充滿了語法錯誤。作者似乎是在自己的母語阿拉米語中領受異象，然後用希臘語將其記錄下來，或者啟示錄最初是用阿拉米語寫成的，後來被翻譯成希臘語，而譯者的希臘語文法水平並不高。我們可以理解，啟示錄是由使徒約翰親自寫下的。由於他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，因此文本中出現許多語法不規範的地方也是自然的。也有另一種可能，就是使徒約翰完全不懂希臘語的讀寫，所以他請了一位同酬學識不高的人，按着他的口述把內容寫了下來。記錄的地點，按照約翰的記載，啟示錄第1章第9至第11節，他在拔摩海島上時，異象臨到他。我們並沒有確切的資料可以說明，約翰是在被囚禁於拔摩島期間寫下啟示錄，還是在被釋放後回到以弗所時才寫下的。然而，從推理來看，我們可以認定約翰是在拔摩島上寫下了啟示錄，因為如果啟示錄是在以弗所寫成的，那麼其文風必然有所不同，畢竟以弗所有許多人精通希臘語。再者，約翰並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，也不知何時會被釋放，因此他必須立刻記錄下所領受的啟示，並立即將其送交給那7個聖會，以遵行主所傳達的話語。記錄的時間，根據歷史事件，許多解經家認為，啟示錄是在羅馬帝國皇帝圖密善統治時期，基督信仰遭受嚴重迫害的背景下，於公元第95至第96年間記錄下來的。或許，啟示錄寫於公元第95年，到了第96年，皇帝圖密善去世，基督信仰的迫害結束，約翰也因此得以被釋放。書籍被記錄時的歷史背景，多米提安公元第81年至第96年，是一個暴虐的羅馬皇帝，他在羅馬歷史上以最殘酷的方式迫害基督的聖會。雖然在他之前，尼祿皇帝公元第54年至第68年，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迫害過基督徒，但那並不是出於信仰的緣故。傳說尼祿下令焚毀羅馬的貧民區，為他的新宮殿騰出空間。在那場可怕的大火之後，人們懷疑火災是尼祿所策劃的，於是打算反抗。尼祿為了平息民憤，便將縱火的罪名全部推給了基督信徒，一個溫柔軟弱的群體，
並下令屠殺他們以安撫民心。當多米提安登基後，他宣稱自己是神，並下令所有人都必須敬拜並稱他為神。凡拒絕承認多米提安為神，也不願敬拜他的人，都將被處死。顯然，當時的基督徒無法遵守這項法令。這場拒絕導致了對主的聖會的野蠻迫害與屠殺，自公元第93年至第96年。就在那痛苦而恐怖的景象中，啟示錄的信息臨到了主的聖會。啟示錄的信息是一首關於真理與信仰的史詩，在黑暗權勢與死亡踐踏那些出死入生了的人屍體的激烈戰場上回盪。約翰一書第3章第13至14節。皇帝內爾雅公元第96年至第98年，即多米提安的繼任者，在登基後立即廢除了多米提安的暴虐法令，釋放了所有被囚禁的信徒。然而，聖徒的血已經染紅了整個羅馬帝國，他們忠心至死。啟示錄第2章第10節，並且他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出來，又使我們成為國度，作他父神的祭司。啟示錄第1章第5至6節。啟示錄的意義和目的。啟示錄是天主賜給他整個聖會的最終啟示，揭示基督者即將成就的工作。聖經從創世紀開始，記錄天地與人類的起源，並以啟示錄結束，預言天主對罪惡的公義審判，以及那救贖，要賜給那些悔改，並信靠天主在主耶穌基督裏所賜恩典，得以蒙赦罪與潔淨的人。啟示錄也預告基督者在地上千年國度的完成，舊天舊地的終結，撒旦與一切敵擋天主之人的結局，新天新地的創造，以及主子民將要承受的永恆福分。啟示錄的第一個目的，是呼召主的子民真心悔改自己的罪，過聖潔的生活，甘心為他的名受苦，並忠於主直到死。因為一切苦難、艱難、患難與試探，都將很快過去，而基督者再臨在地上建立他國度的那日，隨時都可能來到。啟示錄的第二個目的，是在聖會時代結束之後，預先宣告天主為人類所定的計劃。聖會的時代將結束於主耶穌基督顯現在空中，並將聖會從世界中接去的那一天。啟示錄的佈局。在形式上，啟示錄共分為22章，每章的經句數量不等。在內容上，啟示錄包括一系列7個事件：7個聖會，第2章至第3章；7個印，第6章至第8章第1節；7支號，第8章第6節至第11章；7個異象，第12章至第14章；7個碗，第16章至第18章。最後7個事件，第19章至第21章。這些事件可分為4個主要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基督者與聖會，從啟示錄第1章第1節至第3章第22節。這部分講述天主在大約2000年間對聖會的審判。第二部分，基督者與大災難時期，從啟示錄第4章第1節至第18章第24節。這部分講述天主在7年間對世界和以色列國的審判。第三部分，基督者與千年王國，從啟示錄第19章第1節至第20章第15節。這部分講述基督者在千年王國中的統治。第四部分，基督者與永恆的國度，從啟示錄第21章第1節至第22章第21節。這部分講述基督者在新天新地中永恆的掌權。啟示錄的應驗。約翰在被主耶穌基督啟示錄內容的那一天，也領受了主的命令，要他寫7封信，寄給小亞細亞的7個地方聖會。我們必須明白，主耶穌基督藉着這7個聖會的光景，象徵各地聖會自那時直到天主帶領聖會離開世界之日的普遍光景。因此，啟示錄中關於基督者與聖會的啟示，
已經並且正在近2000年來於各地方聖會中逐步應驗。第二部分所論到的基督者與大災難時期，將在任何時候應驗，甚至可能就在我們所處的世代。而接續的第3與第4部分，將論及千年王國與永恆國度的應驗。啟示錄的3個重要事情，我們必須記得，啟示錄中有3件極為重要的事。一、凡誦讀或聆聽啟示錄並遵守其中所寫之事的人，必蒙福氣。讀這書上預言的人，和那些聽見這預言並且遵守書中記載的人，都是有福的，因為時候近了。啟示錄第1章第3節。請留意，主所看重的，不僅是讀或聽，而是讀或聽並遵守書中所寫的一切。二、凡在啟示錄內容上增添什麼的，天主必將這書上所記的災禍加在他身上；凡刪減其中內容的，天主必從生命冊和聖城中除去他的分。我警告所有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，若有人在這些預言上加添什麼，天主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難加在他身上；若有人從這書上的預言刪減什麼，天主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。啟示錄第22章第18至19節。3. 在末世期的日子裏，啟示錄將成為引導許多人歸向天主救恩的器皿。當啟示錄中所預言的一切細節在大災難時期逐一應驗時，將有許多人因而信靠天主的救恩。他們將明白，與永遠沉淪在地獄的死亡相比，他們因信仰而受敵基督者政權逼迫的痛苦，實在算不得什麼。我們盼望所有閱讀與聆聽這末世期系列信息的人，都能真心悔改自己的罪，並在大災難到來之前信靠天主的救恩。如此，他們不僅得着救恩，也得以成為他聖會的一部分。在接下來的章節中，我們將一同探討啟示錄中每一節經文的意義。